一口價50萬攞低一個3房2廳2衛，而且呢望出去呢真係冇任何遮擋嘅景觀嘅，連我哋嘅珠海、潭州都一清二楚。然之後嘅話呢，下邊仲係一個別墅群體，南向嘅一個3房。呢間房呢係一個港澳熱子嘅度假房嚟嘅，咁呢保養得都係非常之新淨靚仔嘅，即係基本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啲廚房嘅話呢，仲係雙向嘅，一家大細全部喺度煮晒飯都完全 OK。然之後嘅話呢，嗰個廳望出啲景觀都係非常之靚啊，光線都非常之好。嗰個兒子嘅話呢，就比較少翻嚟住，所以呢就諗住賣咗佢，都係啲度假房，所以呢同嘅新嘅冇咩區別。啲房間嘅話呢都非常之 OK， 一共有2個洗手間。咁咧，你就算一家5口都完全冇問題。今日總價只需50萬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